沙巴鱼伫咧台湾人的饭桌仔顶，是一款常常出现的菜色。沙巴鱼伫咧台湾以养殖的方式为主，主要养殖的地点，嘉义的布袋东石、台南的客家北门、高雄的弥陀是有名的三大山区。这只看起来银光闪闪，食起来肉质幼幼，买起来价小阁亲民的鱼仔，伫台湾养殖的历史才300几年，是安怎会收到家家户户的桌顶呢？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